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7月11日，經文詩篇115篇1至8節。詩篇作者將榮耀歸俾滿有慈愛同埋信實嘅上帝。雖然昔日列國譏諷講，他們的上帝在哪裏呢？但係詩篇作者卻係講，我們的上帝在天上，萬事都隨自己的旨意而行。人若製造並倚靠人所做嘅，唔能夠講，唔能夠聽，唔能夠睇，唔能夠聞，唔能夠摸，唔能夠走，唔能夠說話嘅偶像，終必好似偶像一樣，全無能力。今日我哋基督徒當然唔會倚靠偶像，但係我哋唔一定倚靠上帝，而係我哋喺我哋嘅日常生活，甚至我哋人生重要嘅事情或者時刻，大多數嘅我哋都係倚靠自己。因為每當我哋倚靠上帝嘅時候，往往我哋所經歷嘅同埋所得嚟嘅結果都係強差人意。其實這一切都係源於我哋妄求、不自量力同埋貪得無厭嘅結果。你們貪戀，得不着就殺人；你們嫉妒，不能得手就起爭執和衝突。你們得不着，是因為你們不求；你們求也得不着，是因為你們妄求，為了要浪費喺你們的宴樂中。雅各書4章2至3節。